今仔日专工要来甲你讲一个歹消息啦。咱小环哦，要搁去正气长工闹代志啊呢。啊是要闹啥物代志？就是吼纪家良啦，啊，甲有即个杜小英，因两个伫要成亲啊嘛。哟哈，真惨啦！咱阿环的吼，以杜兴客的名义，寄一张迄落拜帖，讲了做伊要亲亲去甲人道贺嘛。这个囡仔，伊就是无法度通袂记伊阿爹的寿份。迄杜老爷，伊敢知影讲杜兴家就是小环？伊是毋知啦，也毋过杜林武吼，伊已经有改变啊哦，而且梁家兄弟嘛已经来啊。还阁有吼，纪家良伊亲亲的功夫，阁有哪袂歹？假使咱小环啦，真想也无顾，一切要去甲人吵闹吼，一定毋是人的对手的啦。安尼是要安怎啦？阿亮啊，咱哦赶紧找到小环，阻止去丧命。要找小环，哈，若会当找到小芳，就已经真好啊！哈，咱小环吼。伊若真想要去甲人吵闹，至少嘛还阁有小芳通好去甲伊阻止，啊无嘛会当甲伊斗相共。咱是要去对伊找小芳啦。差不多。你讲咱大一点的才等，一定去等着阮小姐甲小芳啊，等呢。差不多啊。哎，看你咧讲，敢若足自信的呢。你讲什么若要去正气堂哦，一定爱行去这条路过，啊大无看。差不多啊。哎呀，敢若什么咧差不多，看有把握无啊？哎呦，较凊彩咧啦，莫安尼着急啦。我甲你讲，蹛遮等伊，绝对无毋对，伊会对遮来。好，我今仔日踮咧遮等哦，若等无阮小姐吼，差不多呀。对以后去吼，你行你的路，我行我的路，阮才袂甲你去找。来，你这戆丢的了。加油，你讲。嘿呀，有人来哦。哎呦，安怎？你看伊迄穿插吼，足是人逐个咧讲，迄杜兴客呢？哈？杜兴客，嘿。有时间对，快到我采落，伊来。嘿，哎呀，走你走，哎来了。小环，你袂要去？我甲你保证，我绝对袂给恁大兄一个安尼会用的袂？袂用的，今仔日是阿兄大喜的日子，我唔准你去闹伊。袂用的。你甲我转来去，小环。对，我已经将拜帖送去杜兴清，我今仔日若是无去，甘是会笑讲我有讲无做。小环，也毋过伊笑是杜兴客，也毋是你林小环啊。杜兴客就是林小环，林小环就是杜兴客。不是，杜兴客已经无存在啊。小环，只要你慢慢伊杜兴客出现，伊就永远消失了。杜兴客是我创造出来，我要爱永远存在。小环也就永远消失。安怎讲？我爱的是林小环，林小环甲杜兴客，伊免个同时存在。小环，我讲这句话，你了解我的意思？你即马爱因两个搭一个存在，就由你家己去决定。你我情义啊，长路山哎，莫再诉我。
伊绝对毋是我的对手。就算你的武功变好，也恐惊也难得来阮的大哥。刀剑的武功若失错，你叫我将心啊袂如何？刘叫，你讲你若遐会出手甲我拼死？当然，今仔日是阿爷成婚的日子，你去甲伊了落，伊绝对毋放你煞，伊绝对会甲你拼命。你放心，我为着你，我绝对袂伤你。也哥，我免阿爷伤你，小华，甲我转来去。刘叫，你敢就真是安尼甲我为难这个用心？小华，只要你今仔日若歹去，什么时间你若要去，我绝对袂甲你阻止的。不行，我今仔日一定要去。小华，我求你，你莫去好吗？刘叫，请你原谅我，任何代志我拢会当答应你。为了这件，我小凡绝对袂去改变。小华，你莫去，我求你，莫去。小华，你是？我是志慧英。你是林爱山庄七宗主的查某囝？对。听讲令尊伫迄段论崖之后，令尊老父已经解散林爱山庄，出家为僧。这拢是杜行清一手造成的。今仔日你对道教是毋是分子入骨？昨一天，我会讨回阮阿爹伫段分崖所受的体力。对啦，小凡伊阿兄林小凤呢？我嘛不知影。奇怪，本来我是无愿意甲你见面，也过我也无愿意看小凡去丧死，所以我已经尽力。也过。因为无法度阻止伊。有一个人有法度通我阻止，是啥物人？阿爹，时间啊已经到，通我互伊拜堂啊！何客就安尼照教，哪会用去拜天地？阁下当日真是防备心非，切！杜行清，伊也个认得我。阁下心量见首不见尾，自盗某难处，只知影阁下自称独行客，未能有幸一识庐山真面目。杜行清，你详细看我是啥物人？小环，杜行清，
我已经叫你活3年，你应该感觉真满足啊！想袂到，想袂到你还阁活命，真是可喜可贺。你免一个假仁义，我凌小环令你死里逃生，这是算我命论，也无得讲这是天意，然后我活到今仔日，来向你讨一个公道。凌小环，凌兄凌小凤为着你死，甲我杜家反目成仇，绝情离去。莫非你是存心诈死，故意要造成杜凌两家水火不容啊？杜凌两家早在13年前就已经水火不容了，但是凌小凤确实是为着你，我是我，伊是伊，我今日来找你，该好无挂角。那呢？你的意思是？了断13年前的血债。好，今仔日若是过去，大某愿将这条老命交予你，任凭你处置。做不到，我来。加油！老爷爷，不管你是杜兴客，也是凌小环，原辈决心要向伊领教一下。加油！今仔日是你大喜之日，你要哪会用的？老爷爷，此事若不由原辈出面了断，原辈怎配娶雅雅为妻呢？记家了，你虽然是一个英勇好汉，但是我一向温婉分明，我无想要甲你动手。为什么？不要，我叫你动手。为什么？你是你的袂使。陆玉，你介意？我绝对唔相信。你要来这？我是要来甲你收死的，我差伫咧外口。阿你都好好啊，唔是要来送死，你人动手，是我来了受渣是无？你啊，我真关心你。莫伤心，阿娘大只陪你等。小花，你听叫，你好大，你要拍，要抬，动手，应该动手，爸爸是，爸爸是。不要！老爷，为君告做母后，请你。我袂怪。不要！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我同你搁再耽误阿兄你的良心。今日我才甲阿兄甲阿嫂引导好。两后我就
那英。我知影你答应这门的亲事，是为着老阿公，要互老大人欢喜，对无？我也是甲你同款，为着要互老大人安心，才答应甲你拜托。从今以后，我就用以杜家女婿的身份，来为正气道。为阿公命，等待着凌小凤来迄一天，也若是阿英小姐你，除非到甲你心甘情愿、依心相许迄一天，也若无。我纪家良
绝对袂去磕着你的肌肤。已经3更啊！我早就偷偷令人将厨房整理好势。我应该爱来厨房休困。你爱较早休困者，在下讲。大家紧叫，紧叫，什么代志？紧来啦！什么代志？紧来啦！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？你看，什么代志？师傅啦，师傅刘师就走了。啊？